two three one two three， 好来咱来启用好无？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你有平安无？有平安的人，心内绝对常常爱充满感恩。只有感恩的人，伊的目睭会去看到足侪感恩的代志，然后伊的心内就充满欢喜。做基督徒，咱就是伫即款的训练的下面哈，凡事道道来，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欢迎你，嘛欢喜看到你。咱三甲来看今仔日的启用文吼。来，咱三甲来。我的囝，你的心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羡慕歹人，着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愿望，你的愿望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叹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卖真理，毋通卖，嘛着卖智慧、教识、甲明理。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OK， 今仔日的启用诗篇箴言23，拢充满真侪欢喜快乐，欢喜快乐。等下要带咱吟诗的小组叫做喜乐，是吧？喜乐小组，我讲叫做 Happy One， 所以咱人生就是要来伫上帝面前，要来追求一个充满欢喜快乐的人生，好唔好？来到幸福听的大家庭，就是要追求这项。来，咱来看今仔日的圣诗，有较对咱来讲较熟，196首。996，着注意家己，嘛着教你的囝，无行歹人的道路，存心毋甘恶毒，明日善思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来，咱来吟这首歌。无行歹人道路，存心毋甘恶毒，明日善思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明日善思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来，咱过来看186首。圣经亲像面镜，照咱心内错误，互咱知罪言行死正，倚靠救主耶稣。来，圣经来，圣经亲像面镜，照咱心内错误，互咱知罪言行死正，倚靠救主耶。搁一摆较紧一寡来，圣经亲像面镜，照咱心内错误，互咱知罪言行死正，倚靠救主
稣。咱三个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满心感谢。伫即个所在，有你的百姓对东、对西、对南、对北，对各所在，伫圣神的引带甲保守的下面，阮入来到伫上帝的家。我要用吟诗来表明阮的懊恼，我要用祈祷来甲上帝的心意相连，我要用虔诚、领受、安静的心，然后要来看上帝今仔日要对阮讲什么话。圣经就是亲像一面的镜，伊要照阮心灵每一项、每一个角落。圣经就是上帝写予阮的批信，阮定定咧读，然后阮甲上帝的心就拿活。圣经就是上帝予阮的应允，要予阮知，甲上帝念斗阵，甲兄弟姊妹用听三亲，然后阮努力去做，予阮徛起的中华变做上帝降临的国度之一。阮用欢喜的心要来开始这个敬拜，愿你照顾，愿你采用每一个今仔日伫咧侍奉每一个团体，甲每一个个人，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礼拜一定开始，咱要三甲来敬拜。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天就要发送，我心内有平安。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天就要发送，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予伊，因为伊是赐出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拥抱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通甲兄弟姊妹做伙三甲来敬拜，心内真欢喜。咱除了做伙唱歌，咱嘛要三甲来请安。这个时阵，请咱起立，咱互相来请安，互相带着欢喜的心，咱跟大家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欢喜伫礼拜内底，咱会当做伙唱歌，做伙学老上帝。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伊就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伊就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予伊，因为伊是赐出平安的主。
将我的一切了奉伊，因为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透早起来，阿罗主，透早起来，阿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阿罗主，透早起来，阿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请坐，透早起来，阿罗主，我心内有平安。诗篇145篇，大笔阿罗的诗歌安尼讲：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冠，我要永远阿罗你的名。咱也得安尼学习，咱要安尼来阿罗。我的上帝，我的王，亲像早时的大笔。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字。耶和华你是大，就是大阿罗，你的大无法解冻。第一代到一代，阿罗你大作为，可用你大万年地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字。耶和华，耶和华你之大，就是大阿罗，你的大无法解冻。第一代到一代，阿罗你大作为，可用你大万年地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字。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字。你是信实的上帝。是安静的你面前，我连天靠听你的声，我心安静在你面前。我连天靠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人若家己，互你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主我，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是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松我，永远一生互你记记着。上帝是信实，是正直的神。求上帝帮助咱，赏赐咱智慧，互咱会当听候，专心听候伊的声，互咱会当放落家己，互你来引带。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伊的名值得咱永远学乐。你是信实的上帝，咱搁要连续来唱2遍。我心安静在你面前，我连
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袂放松我，因我一生予你的情伫这，因我一生予你的情伫这。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遮；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遮。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有这个纪念主日的目的，是要提醒咱，圣经是教会存在的石盘，也是传福音的根据。透过圣经，咱要较侪认识上帝；困读圣经，咱要更加亲近上帝。有信心充满伫咱的心，充满伫咱即时的会堂，互咱心所想的、嘴所讲的、手所写的，拢是主所欢喜的，拢是通互主通应光的。咱做伙来唱《信心，请你来》。信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望来亲近你，紧靠你怀里，信心，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好求信心，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信心请你来。信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充满我的心。我毋茫来亲近你，我望来亲近你，更加认识你。更加你爱你。信心请你来，信心，请你来，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咱要唱最后一遍，用歌词正做咱的祈祷。信心，请你来。信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望来亲近你，更加你爱你。信心，请你来，改变我
会众请起立。耶和华安尼讲：恁着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我的公义要显明。人安尼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守安息日无干犯着，禁忌家己的手无做歹，迄号人有福气。请有人徛咧，咱坐念使徒圣经。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第17届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要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佮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三甲的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带领阮来到圣殿来敬拜、学了你。伫这美好的清早时，阮献上诚实的心，拜列伫你的面前，恳求主赦免阮一切的罪过，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替阮洗清，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都已经过去，大拢变成新的。感谢主对基督，互阮甲你有和好。恳求主赐阮智慧的心，搁较侪来明白你，透过每日的读经、甲祈祷、甲主三结连，感受到爸、囝、圣神三位一体的信仰，对阮的性命来讲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保守看顾阮的言行，阮所思考的，用你的公义，用你的疼痛的手扶持阮，伫一生的年日中，拢总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上，有正直，无摇错。坚固阮的骹步，甲你相同行，伫日常生活、工作、家庭以及服侍，拢来荣光主的圣名。有好的造就，会当甲人分享基督信仰奇妙疼痛。阮同心合意，为着永福教会所有会友的灵命成长，恳求主赐福开道路。各为着身体欠安、陪同大来到教会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主怜悯、医治、佮恢复。阮嘛为着教会60周年的事工以及圣诞节要过来，阮来备办心，愿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带互阮永远有盼望、甲平安喜乐。阮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会众请坐。启应文，咱先开圣诗后壁面。启应文37篇，咱做伙来启应。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嫌善歹人。将来一定有盼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趁生你的老爸，着要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再来献奏要请酒精团。
感谢手情团，带咱做伙用遮尔美好的精声来学乐上帝。共读上帝的话，圣经记伫传道书12章9节到14节。传道书12章9节。佮因为传道的有智慧，以幽怨教示百姓财物，嘛静静想查考，佮照次序排列侪侪真言。传道的专心找通欢喜的话，是照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的人的话亲像刺，会长的话亲像顶条的钉，拢是对一个牧者所赐的。我的囝要有一层，你着受劝戒，拄册多无穷尽，读册多身躯的野身。遮个事拢已经听了啊，结尾就是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就是人招庇的本分。因为见所做的，以及一切五捌的事，无论是好是歹，上帝拢要审判。咱做伙来读经句，经句伫传道书12章10节。咱做伙来读台语。传道的专心找通欢喜的话，是照正直写的诚实话。咱嘛来读华语。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煞接赞美，那么请圣歌队所要赞美的是坐来敬拜主客。
歌队带咱做伙来学乐。煞接讲道要请彭兰亭牧师，牧师今日所要讲的题目是用正直团写主所欢喜的诚实话。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予我搁一遍机会来到永福教会，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今仔日我来的时阵，心情小可呢，真奇怪谁讲真奇怪？一方面是停车停伫遐想安尼看见永福教会真进步，真进步的教会。永福教会明年就要60年啊！我记得迄个时阵是甲中华教会毋知是照倒一条路分开两边。所以迄个时阵开始，我的亲人就有诶伫永福教会，有诶伫中华教会礼拜。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捌对我的爸爸来永福教会，因为迄阵伊直接捌一段时间做圣歌队的指挥。但是伫11年前的今仔日，伊过身去，所以我今仔日的心情安尼感觉真奇怪啦总是呢对一个长期伫外面咧工作的中华囡仔来看的时阵，的确咱也真相信，看见着永福教会日日咧进步，真感谢主。有当时咱家己伫遮的时阵，咱看见着迄款进步，咱无感受着。有当时感受着讲，好亲像真简单，总是呢，这是对别人来看的时阵，哇，这是一真无简单的一个代志。感谢主，望主继续带领永福教会伫遮亲像金的灯台，做光做盐。伫咱要分享圣经进前，咱搁一遍做伙来祈祷。听谈的主，是阮的主，掌管人类性命的主，阮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相信，人的性命一目呢久，就来离开这个地面。总是伫这世间，阮日日征战、日日跑走的时阵，就要照着你圣神的引带带领，来做上帝所欢喜阮爱做的代志。自打这个时阵，阮真清楚、明确了解，做一个基督徒是要用圣经来成做阮每一项代志的出发。这个时阵，就恳求。阮逐人去调伫圣经内面，要透过着信仰的前辈，因所写落来的记事，帮助阮来行伫人生正直应该行的道路，通得到你所欢喜，也要高举你的名，互侪人因为安尼来得到主的恩典甲福气，做伙相同行。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咱伫即边的选举中间有讲公投有一个话题，叫做讲即个台湾到底要用什么款的名进入到东京的即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即个结果毋是今仔日要探讨的，总是即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我感觉真有意思是安那？因为呢，对1896年开始，每4年就一遍的举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真做是全世界人类拢咧注目的，讲要安怎追求搁较悬、搁较紧。伫这1896年，迄边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伫希腊的雅典城来举办。伫迄边的雅典城举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就有一项叫做马拉松的比赛。这个马拉松呢，对迄个时阵一直到今仔日，逐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一定拢伫上尾最后一日的这个比赛中间来举办。这个选手呢，进到走42公里到195公尺了后，进到这个运动场内面，得到侪人一个注目。是安那？第一遍的伫希腊雅典城所举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伊要来办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呢。其实因是咧纪念，伫主前490年，就是将近2500年前，有一场波斯人参希腊人的战争。迄场的战争是安尼发生的，因为迄个时阵波斯人因的军队真强，安尼要征服全世界，
因是一个帝国主义。总是伫2000多年前，希腊即个雅典人，因着追求一个民主的一个生活，所以呢，因无要互即个希腊人，无要互波斯人来管。所以呢，当波斯人的军队一直到伫即个要进攻到雅典城进前的时阵，因为着要来固守因家己的一个城市，要固守着因家己的一个家园国家，所以伫即个马拉松迄个边缘的所在，参即个波斯人的一个大的军队吼，伫遐的战争。伫迄场的战争呢，真不可思议，是讲即个波斯的人竟然汉侪人来出去输互即个希腊即个雅典人，因真少的人。所以呢，即个伫马拉松边缘的最后一场战争了的时阵，其中有一位勇士，伊叫做费利彼得斯吼，菲利彼得斯，伊有一个任务，就是爱将即个胜利的消息，爱传转去到雅典城内面，甲因的城市的人，甲因的国民讲吼，咱得到胜利。是安怎即个代志遮尔要紧呢？因为伫迄个时阵吼，嘛无即个手机会当直播啦吼。总是若战争咧直播，你可能嘛毋敢看啦吼，遐尼残忍着。无人知影讲即个消息。因嘛当看着胜利了吼，看行转去就好啊。是安尼赶紧，即个费利彼得斯紧吼走转去到雅典城内面，甲因讲即个消息咧。因为伫迄个时阵，雅典城内面已经有真侪波斯人的一个间谍，咧甲因讲即场战争吼，咱无可能会赢，咱吼宁可咱乖乖的来做波斯人的国民一份子就好啊！哇，内面充满着足侪谣言，所以即个费利彼得斯呢，伊用伊最后的一个气力，真认真走，拢无停困，走42公里，搁195公尺，走到即个雅典城的城门口的时阵，来讲一句话，这句话真做世界一个名言。伊敢若讲短几字，讲吼，咱胜利啊，咱赢咯！哇，讲即个咱赢了的时阵，雅典城即个城内面的人吼，大家咧真欢喜，知影讲吼，这是一场咱已经胜利啊！咱会当继续来延续咱一个民主的一个制度，用正直来讲，通写来讲，通写，通欢喜的成一话，要来改变历史。咱看这位费利彼得斯，伊用伊人生最后一个气力，就是为着要讲迄款的一个正直，而且呢是一个诚实的话。当即句话讲了的时阵，咱看卖今仔日侪人伫即个咧纪念咧走即个马拉松赛跑的时阵，想起着讲迄个时阵有一句历史的名言，叫做讲咱胜利咯。有侪人为着家己的私欲，想要掌权，因可能会讲真侪无正确的话。总是咱今仔日若透过着传道书的作者，伊咧对咱表示，讲人其实咱所要讲，就是爱讲正直，讲即款的话，通互咱的主通欢喜。伫迄个无通讯设备的时代，咱看即个费利彼得斯，伊爱用真大的一个精神，开真大一个心血，甚至来牺牲家己的性命，互人会当得到消息。你看起来，咱现代人可能安尼真好运，活伫即款通讯真方便的一个世代。总是呢，咱嘛想起一个问题。即张图吼，这是一个Niagara Falls， 迄个尼加拉瀑布遐吼，伫遐所翕落来。咱看内面有一只船只，即个船只呢，伫即个水顶面，因为呢有即个水的一个气力，所以互伊当来安尼进前。水呢会当互船伫遐面顶安尼进前。总是呢，水嘛随时会将即个船甲伊冰掉去。所以伫咱现代虽然通讯设备非常的方便。会当互咱真快速得到真侪消息，总是呢，这消息若毋是正确的时阵，就会当造成咱更较大的一个困扰。亲像咱来想起着讲，伫创世纪内面就有一个故事吼，讲伫爱甸农园迄尾毒蛇，伊对迄个妇人人讲了什么款的话？伊对这个妇人人咧甲伊讲，伊讲吼，恁食的日子吼，你目睭就会开啦，你要亲像上帝来分别好歹，而且呢。这那照华语顶面的一个解说，有写着讲吼，你们不一定死啦。讲恁食的时阵吼，目睭会开吼，无一定会死啦。哇，讲到即款的一个话，真恶毒。
伊敢真正是要为着因的目睭开嘛？是种恶毒的话，其实是要造成人甲上帝之间的一个隔离。啊，到后来咱也甲想看觅，这毒蛇讲了吼，敢若我无毋对呢？人到死，人无死呢？总是呢，人会死袂死，毋是你咧决定。人会死袂死，是出自上帝的一个恩典甲伊一个旨意。啊，总是互咱看见着讲，即个毒蛇伊所讲的，迄款是扰乱人的一个心思、一个意念。啊，所以咱今仔日咱看到这段圣经节，特别伫即个文字事工的一个纪念主日的时阵，我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讲咱做一个文字事工的传达者，迄个是讲咱即摆咧扮演一个传道者。即个传道者毋是干那牧师啦，即个传道者若照着讲即个万民皆祭司的一个职分的时阵，咱拢咧做一个传道者的一个工作。所以当咱若咧做传道者的工作的时阵，咱有想起着讲，咱是毋是用着正直咧讲咱的每一句话，是要互人欢喜，是互主欢喜啊，要互逐个人快乐的即款的一个话语，还是讲要造成人甲人之间的迄款的一个纷争咧？伫遮我来互大家看一个吼，一个消息，这是伫2008年今年吼5月15日的时阵，这5月15日迄天下早，透早的时阵，我就接到一个赖的群组吼，这我看到这赖的群组，佫是吼，这是教会团体一个群组，咧传即个消息，这传消息是安怎咧写？伊写讲吼，台北马街病院传来一个消息吼。讲有一个资深的医师林清芳讲吼，大家毋通食沙西米，我要甲大家讲，这毋通去传啦吼，是安那毋通去传。伊这是安尼写，伊讲吼，最近发现讲你若食生鱼片、食沙西米吼，你的胃内面就会有足侪海兽胃线虫。这咱胃肠科医师郑光仁医师毋知伫遮吼，会当请伊帮咱解说一下吼。伊讲，这个吼，你若食的时阵吼，你胃壁有足侪海兽胃线虫，这个款海兽胃线虫吼，会造成人真大的一个困扰。其实呢，这是2008年5月15，这个群组内面看一个消息。讲到这，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讲吼，咱毋通逐日吼，拢咧犯着10条诫命其中一条，叫做吼做假见证。当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吼，有当时需要做某种一个判断。这种的判断吼，今年我5月15看的时阵吼，较无遐烦恼，但是吼感觉真安尼不准，无烦恼，是无烦恼啥？无烦恼讲吼，我袂变做一只海兽虫，因为我吼自细汉真爱食生鱼片。但是呢，若是伫1年前的时阵，我就足紧张的。总是1年前，我就将这个消息去甲伊做一个查证，因为伫2017年的时阵吼，都同款有得到即款的消息。所以我将这个消息吼，我就随来请教台北马街病院的这个高层，我甲因请教吼，请教一下。第一，台北马街病院敢有发即款的消息？第二呢，咱马街病院敢有一个资深的医师叫做林清芳？第三吼，则请恁用你的一个医学的专业甲阮讲，敢真正讲若食即个生鱼片吼，会造成咱一个性命很大一个危险。后来呢，马街病院吼，咱即摆若去伊即个官方的一个网站顶面看吼，伊会讲吼，实个吼，阮无发即个消息咯吼，阮嘛无这位林清芳的医师所以呢，你看觅咧，当2017年，就是去年6月28日台湾教会公布已经对即个有做一个澄清的时阵，到伫咱2018年吼5月15，共款吼下早时共款来一个。嘛是搁咧传即款的一个消息，咱毋通做假见证，发出即款的一个消息，有当时互咱感觉讲，到底伊是出伫迄款惊吓，为着要互每一个人注意家己身躯的一个健康，或者是亲像咱伫这选举进程就有得到真侪即个情资讲吼，有足侪假的消息，伫咱即摆现代社会，特别伫咱台湾社会，咧造成咱一个混乱。假做一个基督徒，咱更加爱有一个心志，讲咱爱用正直。咱所讲的即个话语呢，拢是爱用正直的一个心，然后呢，要讲迄款诚实的话。检测即款诚实的话吼，有当时会得罪真侪人，但是咱也感觉即款的话是对人有帮助，互上帝所欢喜的，咱就应该安尼坚持即款
一个话语。今仔咱所看这段圣经节是伫传道书的上倒尾。传道书，互咱想起着讲，传道书的作者好亲像是咧甲咱点出着讲人生百般的一个无奈啦。亲像我头拄举一个例，11年前今仔日，我的爸爸真紧就为讲爱身躯无爽快，到伫去急诊，然后全部时间1点钟尔，1点钟就来离开世间。所以，互咱想起着讲有影，人生好亲像百般的无奈，人生好亲像是一场梦，人生好亲像是一场戏，人生是空虚的空虚。但是，敢真正是传道书的用意是安尼吗？如果咱看到上落尾的时阵，来讲检查咧，人生互你感觉安尼真无奈，但是上落尾，咱要紧的结尾的时阵，互咱看见是啥？看见讲这拢无要紧，重点是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才是人招悲的一个本分呐。佮安怎无奈？咱来当守伊的诫命，这就是人的一个招悲的本分。若是安尼，咱来看，什么叫做是人招悲的一个本分呢？头拄我有去讲着，讲咱来用万民皆祭司，人人拢是传道者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阵，今仔日这段经文，就是要甲咱讲迄种招悲的本分，就是每一工喙拢会叮当，每一工咧拢通用正直来讲。如果咱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咱嘛用写这种互人甲主所欢喜的诚实话，这就是一款招悲的一个本分。所以今仔日这段圣经节，我想要用3个部分，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咱搁一遍来思考。第一个部分是啥？今仔日传道书伫遮有咧写着，写讲传道者有智慧来教示百姓财物。什么是智慧呢？有个人常常咧讲这人的智商有真悬啦安尼脑袋当测出来迄款一个智慧智力的一个指数迄叫做智商啦，迄测会出来。但是咱脑袋内面有一个数字无法度显现的，迄才是叫做智慧啦。最近美国的总统老布希过身去伫即个美国的即个社会中间，互咱想起着讲真正毋是迄款读册第一名才听做总统呢。美国伫即个对老布希中插一个克林顿，再个小布希这3位总统内底是产生足大的一个极端呐。安怎讲你知无？伫即个50年内面美国总统智商上悬的拄仔是即个克林顿。美国即个智商较低拄仔是即个老布希甲小布希。两个人智商若数字算出来是上低啦，所以有当时人会甲伊笑讲迄个布许就福利许布许安尼就对。但是智商真低人嘛会当做美国总统呢，所以要紧是啥？智商检查是一个参考一个数字，要紧是讲你有智慧无？人生要紧的是要迄个智慧，智慧是啥物？智慧就亲像讲咱真感谢主。咱透过着咱认捌上帝的话语啦，人就是因为你捌上帝的话语，这是一款智慧一个开始所以咱的脑袋内底拢因为咱敬畏耶和华上帝，诚做是智慧的一个根本。文字的工作就是帮助每一个人，咱会当读圣经，了解圣经透过这款的一个方式，帮助咱每一个人，拢充满着人生有最判断的一个智慧。伫遮我要来介绍一个人这个是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创设者巴克利牧师。每年呢，台湾教会公报社要来纪念讲这个巴克利牧师伊这个出世170年久啦。这个巴克利牧师伊真要紧，伫台湾有一个工作，伊就是讲要安怎避免每一个人伫遐夜香对拜。夜香对拜是啥？就讲盲从。若是盲从，就讲这台湾人这常常互人形容讲这叫做好骗歹教。即句好骗歹教，拄仔是咱中部咧传福音的这个梅干牧师伊上爱讲的。讲这奇怪呢，安尼甲你教认真甲你教，你教袂晓。规矩用骗的上紧，好骗歹教。
即个好骗歹假的面的时阵，就巴克利牧师认为讲，要安怎吼？咱着爱透过着文字，你家己看圣经，认捌圣经的道理，安尼咱就当明白上帝旨意。所以巴克利牧师伊伫还未创设即个台湾教会公报社进前，因为其实有拄着一样代志。伊到即个后山吼，就是迄个时阵叫后山，然后东部迄个所在。伊到什物所在呢？到金光河、成功啦吼，金光河迄个所在去遐巡会友，所以看到一样代志，讲奇怪，遐吼有一个姓张叫做张元春的一个信徒，专门咧帮人祈祷，然后用一杯清水互人啉啦吼。即个全造成啥呢？造成规个庄头船长去互医好吼，规个庄头大家拢信主。不过呢，一遍有效吼，毋是逐遍你拢伫遐吼，来无要紧啊，我著吼水互你啉，甲你帮你祈祷就会好咧。毋是，后来发现讲，哇，即个张元春家己本身吼无洗礼。你兄即个无洗礼重要性伫什物所在？因为早前即个宣教师，伊若要判断一个人会当洗礼袂洗礼吼，爱先甲你问道理啦。毋是讲你会晓读册写字，甲你问道理，互你爱透过着即款的问道的一个过程，才会当帮你洗礼。所以张元春家己本身吼，伊都无接受即款问道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即个今仔日咱咧看到讲即个问道理的过程，表示即款的重视吼。我当时咧反省一样代志，都凊彩共掠来洗礼吼，安尼敢是正确的代志？都为着教会一个成长，就讲紧诶，甲伊洗再讲吼。我想这嘛是爱值得咱做真大一个反省。后来呢，巴克利牧师才发现讲若是安尼，要安怎，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来了解着圣经顶面的道理，伊才开始来发行教会公报社，发行教会公报，就是迄个时阵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所以咱当看伊伫即个发刊书顶面就咧写讲吼，恁家己会当读圣经，受圣实的感动，明白上帝旨意。而且呢，迄个时阵因为汉字真歹学，所以伊用白话字来印册啦吼。伊伫遐嘛鼓励讲即个白话字若印什物册，恁拢看捌。人毋通因为你捌孔子字啦，就是汉字吼，就来看轻即个白话字。真感谢主，咱看咱早前咱教会内面遮信仰前辈，伊就米支持阿姨话吼。哇！咧圣经的面顶看足清楚，毋免汉字，我爱当明白吼。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咱来认捌讲传道书的即个作者，到底上落尾讲人生虽然空虚，但是第一点呢，互咱想起着讲咱要安怎做伙来有教示、有智慧教示咱的百姓会当有款财物。第二个部分我想要借用着路加福音书的第一章第1节到第4节，互咱看见着传道书这段记述内面咧讲咱得爱静静想，查考，搁照次序排列侪箴言。这是传道书的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就是所罗门王。你看伊是遐尔有智慧的人，总是呢，伊做任何代志要写这箴言，嘛是静静想。查考，即款静静想查考的一个精神，互咱想起着伫路加福音书第1章的第1节到第4节，通正做是讲路加福音书的作者路加这位医生，伊咧表明讲伊的态度是安尼真严格来看待这文字所写来，是为着讲要互人知影讲正确的一个道理。伫遮我要向大家做一个保证啦吼，讲台湾教会公报社，阮所做这文字事工。毋是完全袂错误，总是阮是照着即款的一个精神。毋望呢是即款一个现代社会真侪资讯中间，要安怎来帮助咱的信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看见着迄款是充满着正直、充满着诚实、充满着伫遐认真查考的一个精神所做落来这个文字所以嘛，请大家继续来支持即个教会公报社所做这个文字事工。伫上落尾的第3部分，我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讲今仔日的主题，什么是照正直来写通欢喜的诚实话？有当时咱要讲正直的话，得罪真侪人。我会记10年前，我到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时阵，有一位同工甲我讲哇，你即摆来公报社吼，即摆这同工吼，逐个拢烧钱要请你食鸡肉，然后是安怎？无你啊吼
报道吼，大家掠做拢会感觉真要紧。结果10年了吼，敢若无人请我食鸡吧。但是我定定感受到吼，侪人咱亲像鸡仔伫遐去甲我吐，一直吐。是安怎呢？因为吼，念伊这也得失，迄也得失，到后来吼，敢若拢无啥朋友啊。但是感谢主，伫迄款压力中间，感受到讲，咱要做一个文字工作者，都要承受迄款的一个压力。即种压力我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对，即句标语，即句标语诚做我个人真大一个帮助。即句标语嘛，会当诚做咱真好一个帮助。讲咱伫即款空虚无奈世代中间，要安怎互咱的人生找到一个正确一个方向？即句标语呢，是伫第2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首相参因的皇家所发展出来一句标语。因为即句标语帮助英国的人民继续勇敢来为着第2次世界大战来奋战。伊标语是写 Keep calm and carry on， 是咧讲吼，保持冷静，持续向前。什么是保持冷静，持续向前？这个保持冷静，持续向前，就是亲像伫出埃及记14章14节，伫遐所咧写、所咧看，讲当以色列百姓因受到摩西的一个引带要离开埃及的时阵，头前有红海过袂去，后壁咧法老王的队兵伫遐咧感觉讲到底要安怎的时阵，讲吼，恁恬静无出声，为着恁征战的是耶和华上帝。Keep calm and carry on。这个互咱看见就讲，咱通继续伫咱人生中间，虽然咱受到真侪一个压力，但是呢，正直、诚实，才是咱应该有的一个本分。伫遮呢，我来讲一个故事，互大家听啦吼。伫2016年的时阵，12月，伫迄个时阵吼，伫玉山神学院因拄着真大一个困难，特别是伫财务顶面。迄个困难是讲吼，因有一个债务安尼一欠300万。当大家咧为着即个玉山神学院咧烦恼，讲到底要安怎吼？会当来替因做一寡报道，帮助因来解决即个债务问题的时阵，伫遐咧想，我嘛真认真咧想，煞阁传来一个消息，讲玉山神学院的院长布辛达利牧师，说伊带即个师生，因为伊一个传统，拢去做劳作教育，去遐扑草扑草扑一个煞叫毒蛇咬着啦吼。咱也想一个问题吼，第一个问题我请大家想的，这12月佫有毒蛇吼，这表示啥呢？表示讲即个气候的变迁吼，大家咱真注意真烦恼。以前12月吼，这蛇是拢爱冬眠亲像12月咱嘛爱穿大袖人若无照天理吼，天就无照价子。12月则叫毒蛇咬着，好即声吼，我想讲看到伊叫毒蛇咬着，想讲安尼即声好毋是讲伊叫毒蛇咬着真好啦，通安怎来做一个正确的报道，可以当对伊有所帮助。我转甲我的记者讲来，你紧去病院甲伊看，你翕一张伊安尼表情真痛苦的一个相片。我讲袂使用假的是伊真正伫遐表情真痛苦，安尼才会使用不能造假。叫记者真正去遐看讲迄也在造假，迄骹整敢若面具咧，都安尼足艰苦的，都安那翕安那艰苦所以就帮伊翕一张相片。然后阮甲伊放咧教会公报一个头版顶面，迄个消息一出去的时阵，原本呢玉山神学院因欠300万转台南遐有一个医生个人转奉献250万，人帮因解决真大部分的一个问题。咱知影每一年教会公报上来到12月的时阵就安尼，我连伊毋是头疼，就是胃疼，我拢咧感觉讲到底今年有法度安尼平衡过关无？当2016年迄个年底，我甲即个消息讲互阮的同工听的时阵，阮其中一个同工说目睭足大咧甲我看讲，社长，不然你也去让蛇咬一下感谢主我是要互蛇咬着总是呢，我因为咱逐个人对即个文字事工的一个支持，所以我安然度过即种安然度过的时阵嘛，佫互阮更加想讲，毋免为着要做忝面的代志来妥协。
咱相信咱也行伫正直、诚实的道路顶面，有当时啊呢，好亲像安尼，用要过袂去，总是相信讲上帝伫头前的确伊要引带带领。啊，今仔日既然是即个文字的事工的主日吼，我上尾要来请大家来看目前教会公报社吼，阮真大一个改变。啊，即个真大的改变吼，这是这一两年的改变吼。啊，我特别来拢爱用即个互大家看吼。啊，有一遍啊，最近吼有3位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关怀师，专去家己去台南做伪旅行，哦，因3个就去讲吼，阮要来看卖，看讲吼，你是毋是伫遐吼转牛皮转甲讲吼，改甲偌水对偌水，吼啊，真正去看了时阵，伊感觉哦，比你这相片吼佫较水啦吼，啊，所以我直接要邀请大家，啊，咱有时间来台南的时阵吼，一定要来台南。即个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台南门市，吼，阮伫即个门口吼，用即个册真大的册吼做骨牌，啊，要甲大家讲这吼，这文字就是力量吼，啊，这是咱台湾第一台的印刷机吼，目前阮家做即个复刻版，互侪人会当去做印刷的体验，连续2年，即个国际册展拢伫台北展出，明年呢嘛要共款去伫遐展出，因为这吼咱。造成真大一个轰动，吼啊！互侪遮迷信的人因了解，哦，原来即个台湾第一台印刷机、台湾第一份报纸是对教会所出来，吼啊！这目前是阮的一楼，吼，啊，伫遐嘛有真侪遮文化创意的一个商品，啊，望讲这文字会当生活化啦，吼，啊，恁有亲子共读区，啊，这嘛有帮站原住民吼，因当做产业的一个发展。啊，即只岛啊，我个人真爱，是因为迄是一只真大地吼，12家岛啊。啊，即个12家岛啊，是要望讲咱每一个人知影讲，咱若读册吼，毋是为着个人咧读册。你读册若无想着讲耶稣基督迄款为人洗脚的精神吼，读册拢是假啦吼。这另外一个角度，好，吼啊，这是一个啊真会当啊坐沙发吼，啊，互大家伫遐看册看咧。真心情会足好啦吼，啊，这目前人拢讲吼，台南有一个比成品更较成品的所在，就是咧讲教会公报社台南门市吼，啊，坐伫遐你真正感觉足舒服的，啊，但是这嘛共款，我特别拢要讲这个代志，伫阮门市改了的时阵，有一工一个同工就甲我讲，社长咱改安尼无好，讲是安那无好，讲你啊改安尼啊坐了足舒服的吼。即摆你毋知讲人客一个入来时，咱门一个开吼，啊冷气放落时，吼，坐坐啊，你看册看啊这，安尼足欢喜足心性。啊，然后到咱要关门的时阵吼，这个册客转去，一本册拢无甲咱买，哦，安尼改安尼无好啊！我讲，哎呀，我讲感谢主，你想看觅咧，一个人来愿意开一工的时间伫安尼看册，伊的性命得到改变，这较要紧的是咱卖一本册出去较要紧。我听了就讲，哦，对，安有影。公报社吼，毋是用趁钱做目的的，公报社就是要安怎利用着文字，帮助每一个人伫遐会当伊的性命得到真大一个感动啦吼。啊，这是吼，请大家来看。啊，连面我嘛有一段影片吼，有5分钟的一个影片，帮助咱更加来认捌着教会公报社目前这事工。啊，今仔日来到永福教会，搁一遍来感谢牧师，感谢咱中职咱兄弟姊妹。恁长期以来对阮的一个支持，互阮有一个勇敢的气力，会当继续坚持落去。嘛，愿主赐福咱永福教会，明年搁再来的时阵，要看到永福教会搁再有进步的一个所在，咱做来祈祷。做阮献上感谢，伫无共款的世代，你引带着无共款受着圣神感动呼召的人，来帮赞。侪人，因得到主的恩典，得到生命的大条条，也因安尼看见着地面要哪亲像上帝讲。所以，阮知伫即个世代，阮有阮的责任，阮有阮的使命，阮要真做是一个用正直、用诚实。来面对着阮生命的基督徒，愿你使阮看顾，愿你互阮有一款的福分权柄，
因为正直，因为诚实，帮助阮，互侪侪人看见，就要讲好，真好，对主的确有福气。愿你继续引带永福教会，是光是盐，是彰化这个地区，侪侪人欣赏、愿意参加投入的一个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这个教会毋是干那空空的建筑物，这个教会更加是因为伊充满着疼心，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欢喜快乐的一个所在。阮将遮个拢摆列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带着咱来唱圣诗，圣诗第196首，圣诗第196首，无行歹人道路，无行歹人道路，存心毋敢恶毒，明日三思上帝法度，即人真正有福，请咱起立唱全首。会众请坐，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影片。真感谢上帝吼，互公报社当出这2本儿童的8节的这个金句，互囡仔会当自细汉开始通过这个上帝的话，无论通过念的、通过背，有上帝的话刻掉伫因的心，伫咧因的成长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常常拢有上帝的话，成做因的陪伴，成做因的祝福。我感觉这是一件对囡仔的生命真水的一件代志。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阮若写免辜负阮的人。通过咱看到这吼，即个主的祈祷文的白话字，我嘛感觉讲对咱的囡仔吼有真大的帮助吼。特别咱长老教会真重视即个母语的教学啊，通过即个白话字，互囡仔自细汉啊，就渐渐会当熟悉伊家己的语言啊，通过即个白话字来学习台语啊，互因无论伫讲话、伫读圣经、伫唱诗歌，拢会当用台语来成做因一个帮助。你们不要借打扮来装饰自己，不要讲究怎样卷头发，戴什么金饰，穿什么衣服。公报社它出版了一本叫做《充满我的圣经抄写本》，你要填写之前用祷告做开始，然后抄写的过程里面专心的读圣经，然后抄写完之后用祷告来做结束。透过这个样子，一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查经的灵修的生活。那其实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们是觉得感谢公报社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圣经抄写本来成为他们的帮助。133年来，经过朝代的改变、时间的改变，这个文字的时间要怎面对现代社会，这嘛是需要公报社在思考的一个议题。所以公报社需要更较侪人，咱来关心、来支持，互公报社继续来做光做盐，用光上帝伫个人。公报社门市即项一个改变，上大就是望会当更较侪遮个迷信的兄弟姊妹，遮个迷信者，咱社会大众，拢会当行入来到一个充满着福音文化的一个所在。所以目前公报社的台南门市的地下室，伊除了是一个礼拜的所在，阮提供互阮家己的员工的礼拜。或者是讲办小型的座谈会，除了这以外，伫地下室嘛，真侪时阵，阮来做画展、做摄影展的一个展示。到伫1楼的所在，大家会当去看见，这是用一个小型博物馆的一个概念。阮将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复刻版来刻伫1楼，而且有做真侪这个白话字教学。互人做认捌。咱若到伫2楼的所在时阵，会当看见着讲，阮有一个亲子区。这个亲子区就是真望讲，爸爸妈妈你会当带你的细囝来伫迄个所在，安尼真安静来享受甲囡仔是大人互相陪伴的一个时间。公报社伫设立到即摆100多年来，因上大的目的就是透过文字将耶稣基督福音传到全台湾每一个角落。所以公报社，你要靠卖册来赚钱，实在真困难。一定要逐间教会愿意帮忙奉献来支持公报社这个事工，互文字继续伫台湾逐间教会、逐个所在来推行。真感谢主。也感谢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对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关心，你对阮的支持对阮带导。总是呢，台湾教会公报社犹原爱坚持这种无人要做的代志，因为阮知需要有人继续伫这条路顶面来坚持，是为着要互这个福音更加会当广传出去。所以呢，当阮伫这个所在咧坚持。做更较好的一个福音刊物的时阵，也恳求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阮来支持，为着阮来带导，为着阮来奉献。咱做伙伫上帝国的这条道路顶面，咱互相来提携。多谢大家。接着咱来
三角来奉献。咱特别为着公报社文字的时间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的名甲咱三甲伫遮敬拜上帝。会早起真欢喜，咱广播社派迄个彭兰亭社长牧师伫咱的中间，佮李信仁牧师伫八楼，咱甲因说一多谢咧，好毋好？呀，带来真好的信息，佮连结。你知影咱台湾第一份报纸是啥物无？9月公布，到即马偌久咯？1885到即马133年啦，所以是对英国巴克的牧师传迄个第一代印刷机入来到即马，所以是台湾上早印刷机文字传道印圣经。所以我想咱着保守长老教会太侪水的传统伫咱的中间吼。你讲到教会的历史的中间，今仔日有一个一对安尼咱的老英福啦吼，老英福，迄个黄春芳先生甲伊的负责人启明姐，咱甲因拍一个扑克咧，好无？对纽约Long Island转来，是洪德的长老的堂表兄吼，40年前伫遮咧教咱的主日学啦，所以安尼我那头毛咧白啊吼。咱明年教会要庆祝60周年4月，4月第2礼拜、第3礼拜，所以若有诶是会当个专工，搁倒转来一撮。OK， 毋知影佫有新的朋友无？毋知影佫有新的朋友伫走落去啊吼。来，这个姊妹 ，OK， 真欢迎，这边啊姓王诶，我们王小姐哈。
面包店的老板娘啊。OK， 感谢吼，欢迎你哦吼。咱永福实在是一个真温暖的所在。咱咱要礼拜前，咱的太古班才成立无偌久的这个90岁以上有4个太古班的，咱互人邀请伫迄个中山堂遐表演，9点半表演，9点半佫转来做礼拜。所以咱这中辈，咱我甲因拍一个扑仔咧哦，太古班来徛一个太古班，咱集团才成立无久，就到处咧用邀请咧表演啦，吼，感谢主，咱都爱奉主的名到处去传福音，吼，不管得时不得时。迄个咱社会公告者的满年度的人事组织，请咱家己看，若有啥物调动的时，咱下晡1点，咱要搁开满年度的时间的迄个协调会。所以，请所有的中级新区的中级同工，甲迄个团契的负责人，请咱拢斗阵来，下晡1点。这礼拜是咱大港节第2个主日，第2个大港节的主日。这个主日是叫做信心，人要连接伫上帝。人要连接伫永生的希望，都要用信心去连接。你有信嘛？入来到伫上帝的厝，你有带着信心来连接上帝要予你的应允甲国度永生的愿望无？这世间有真侪艰苦的事。请你毋通失落，信心是你向前行落去的宗旨。后礼拜咱这都特别礼拜以前都爱点啊吼。咱有要求办公室，逐礼拜的时间伫9点50，办公室的人拢爱关起来，拢爱三甲起来做礼拜。社会认为无任何服务任何人，比安静听上帝的声搁较要紧，所以这是咱教会直直拢伫咧努力吼。请咱为着咱的教会的进步，逐个人三甲出一寡力，逐个人拢直直认为我是上帝厝内的人。那安尼，我是即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就怎样来提供意见，怎样来关心咱身边软正软弱、年老孤独的人。愿上帝赐福，兴起咱。12月初10，咱纪念世界人权的日子。愿这个世界真正直直伫咧努力行对公平、迄个正义甲和平。比如讲，这礼拜的公布主题是公义甲和平。咱伫总会伫11月2日有召开一个国际的普世论坛，伫咧讲一项世界若无 justice，no justice no peace， 无公义就无可能会当安定。所以咱伫咧敲测全世界教会界的神学家、牧者，逐个人要安怎样来追求亚洲的和平？特别台湾伫遮诚做一个真要紧，即摆哪来哪发觉台湾的要紧性？所以，逐个人伫遮，咱总会邀请这样事。所以，咱教会公布，甲长老教会伫遮直直伫咧敲找，替台湾人敲找一条路出来，吼！请咱替教会祈祷，三甲来参与。遮有真侪遮个有关的事，吼，请咱来参与，请咱注意来看，主动甲办公室联络。迄个行主者过来伫拜六，就要安息。咱连3礼拜拜六拢有个别礼拜，请咱替遮个家属的人关心代祷。咱也佫下只今仔日，咱有看到秋情团的献照。若你对这个，你会晓看五线谱，
你会当邀请你三甲来，咱伫咧培养搁较侪首宗团的团员吼。然后伫过来拜五暗咱教会是真要紧，伫咧杀即项迄个爱在彰化，然后点灯已经点伫县政府已经点了。过来是拜五暗的圣诞彩节报佳音，所以若兄弟咱即马伫群组内面开始要互人报名。拜五六暗你若会当，你报名，然后会替你准备便当。5点半伫县政府广场遐食便当，6点真侪活动就要开始。然后咱教会有出花车，然后咱有要分真侪福音传单，咱有要甲咱下骹遐个更新规，搁咱制作真好个就圣诞礼物要分互过路个人，路口个人，店面个人。所以你若会当拜五暗拢来吼，100个、200个便当不要紧，你都登记就好。所以请咱注意这样事，嘛为着咱教会过来做这个活动。若大专生的，这青年大专生，请恁紧报名。咱有一寡进修的课程，请你紧来吼。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报告到这。愿上帝点伫你，赐福伫你的家。以上报告，多谢。咱再来唱圣诗，圣诗第186首，圣诗第186首，圣经亲像物件，圣经亲像物件，照咱心来错误，互咱知做言行事正，倚靠救主耶稣，请咱起立唱全首，唱煞咱请本牧师祝祷。上帝所听的百姓，恁着用欢喜快乐的心离开这个所在。恁已经对圣经领受上帝欢喜的心意，恁着去行去做，行出伊所欢喜的，做出伊所欢喜的。上帝伫百姓的中间，上帝伫这个社会侪人需要的角落，你去接近因，就是接近上帝。然后愿三位一体的上帝，甲你的手所做的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好。请坐，灭倒，上帝赐福你。食饱了后，当工1点伫6楼。
你大了就好。